台中市政府选3个地点来推动着乌天鹅认养的计划。囡仔扮演天鹅咧跳舞，真古锥，嘛为乌天鹅室外婚礼加添留念。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，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哈，那都挤在一起，也是要开枝散叶。上阵东海大学、台北大学加台北市工务局公园路顶工程管理处3个地点有丰富的生态资源，市府透过乌天鹅的认养计划，将这阵雕刻送养，嘛传达自然保育的共性。在我上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新湖应该要有亮点。那其中我想象就是黑天鹅。那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可以接受2只黑天鹅。那我们一定会把它环境做得更好。欢喜为乌天鹅结成好姻缘，市长甲证人做伙饲要嫁出去的乌天鹅，嘛希望讲有闲的市民朋友会当去甲因看一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